台北太水使到也造成的农业损失有194亿，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。农委会以紧急发放天然灾害救助金，同专案补助的方式，帮助农民重建家园，同时也延长输出农民同农会信用簿申请申诉担保品期限到民国100年6月尾。农委会讲，经过1年，今家农业生产设备已经恢复的70%，不过农业影响的层面过大，许多的工农都已生活很有困难。乡里的猪下地图猪是件饲料，去年800风灾带来很多的热量，逢秋猪46年的猪先生小派几万头猪，其中第二贷款只3000万，建立设备同孵育。经过1年的时间，猪慢慢汰换的数量已经恢复到本来700箱。像那个母猪啊，在关在那个篮子里面啊，都要先用那个羽雀啊，把那个篮子切掉，才能够拖出来。拖出来以后，这个篮子再烧回去啊。只有能够赶快复原，才有办法，才有生机嘛。你才有办法再站起来啊！你要不然，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的话，你就是完蛋了嘛。猪肉都太近1年，只是在恢复产出，不猪农是暂时安心。不过，工农则无按乐观，到屏东的莲雾山区，工农至今将种落去的细数养高。种了16年的莲雾，拄到风灾损害，也个种过。虽然讲屏东县农业处用4条复工面积越大，补助越多，希望很较多人向后来复工农体。不过，工农讲，政府补助的金额干那3年，1年就比1年还较少。过去用5年的时间将如何修缮，但预料今年根本都无收入，安尼算落个生活无有问题。1分地3000，哈，这个有说穿了，这是全部都有补助，是还 OK， 只是说我们没有收入比较大的问题。吃饭的钱，吃饭的钱在哪里？要自行负责。农委会在去年800风灾到2下发放天然灾害补助款52亿。产业葡萄专案补助3億6000萬，還有農業金融協處在其貸款擔保片的期限延到100年6月底，還有80個農村的重建同規劃，用派3億9000萬，做農民重建的後改善。不過農民上出來眾多將協策搜尋山區實施中，今年熱天的水果、香蕉還有木瓜，甚至提出加速經典還賣唔出去。農委會就啟動調節機制，還期盼促銷的法通來解決。希望用重建的機會提升農業品質同生產的設備，葡萄產業升級轉型。那有一些公共用的設施，譬如說這個包裝廠、集貨廠啊，這些是公共使用的，那政府會我們來補助，縣市政府或者是農漁會啊，由他們來做，讓所有的農漁民來使用，這樣子的話就不會說增加他們的負擔。所以這些方面，我們盡量考慮到所有農民的方便，讓農民呢能夠有好的設施來提高它的競爭力。你喺福鐵蘭嘅產出已經恢復本來嘅水準，出口額還比97年增加20%，生產嘅設備平均恢復70%。不過農業作物生長需要時間，每日天時都好。對望田落線農民來講，今年跟那第一年呢，重建嘅路很東長。若社工下隻風財無過來，可能會打壞重建嘅成果。農業重建係那政府長期落線去鋪頭。香港新聞林建儒、潘璇旺、王少康、劉文輝綜合報道。